2、3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万。大家好，我係謝總會。大家好，我係玲玲。今天這邊呢，我們在宜蘭，對不對？錯，春意中心。太熱了。熱到要死了。直接吹風了。哦，看起來差不多了哈。對啊，沒什麼差的感覺。奇怪。再拉出來看看。哦，看一下。直接跳下去。動好哦，跟他介紹一下，來，我跟他介紹一下。哦，你講。這個叫做救生圈。救生圈。如果掉下去，違法。好啦，東九舞表演的係熱身度兩下最近的體重表演，希望到底有觀眾啦吼。來看一下藍天白雲，哇塞！熱身凍醬哦哈。這藍天白雲，哇，凍醬哦，還有一條魚啊哈。來，馬上寫一首歌，藍天白雲，凍醬，還貓。現在我和我太太玲玲正在主持廣播電台，對，講上面呢就會每個禮拜都 vlog 來宣傳，裡面都是自己的兒子，就是在那邊曬娃這樣子。這首歌曲叫做《綜藝迷》哈，綜藝迷。充滿你目光，灑灑不動，像我想要只是你為你鼓勵。做馬該模糊嘅點嘅不容易，像我帶水該吐意。就會兩人着皮，分開該是最不容易。愛看了不專心，充滿愛的你的，本愛你永遠調好。愛無下意，你不長得過天，我就會是兄弟。一個笑容，一個信仰，全部不必距離。思念早被證明，一無太難敵。相愛的最終意有一天水洞河，你都會笑。做沖虛。係啊，冇辦法啦，一沖水就要彈綠色咧。還有我是女生。哇，醬哦，醬水。加油！我答對。哇，這最厲害了。好，來。好，首先我們五節香哦，我們今天就五節香。是嗎？對，厲害。好。你要去哪？場外全力打。我真的會。你聽下是關西火車站，總算那裡是表演區的吼，所以等下是真的冇加咯，耶嘿！長對了。